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的胡适是窄幅震荡微涨，A 股三大指数今日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01%，也就是拼命要保住3400点站稳3400点。深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涨0.26%。沪深两市成交量只有1.27万亿跟昨天差不多。两市2800只股票下跌，2300只上涨，也就是跌多涨少。上涨的股票什么稀土永磁、量子科技、IP 经济、汽车零部件板块涨幅居前农业、猪肉板块跌幅居前。当然这些板块轮动都特别快，散户想抓住也很难。就这个行情散户想赚钱不容易不光是散户这些私募赚钱也不容易。这个东方港湾那个但斌发文称说自己对股市的调整没有太大压力，合作伙伴和投资人的压力是其压力的真正来源。这话说的对吧？你拿着人家投资人的钱在玩，你当然没有压力了，赔了也不是你的，你又不是刚性兑付，你是收管理费加提成，拿别人的钱当本钱，你当然没有压力我也没有压力谁把钱给我了炒，赚了有我的份儿，赔了我不在乎有什么压力他说这个压力的来源是投资人，他说今年也许会像2023年、2024年连续2年获得100亿私募冠军一样，在经历了类似2008年、2020年什么恐慌指数飙高的4月的大跌之后，在2025年年中依然有较好的回馈。如果成真，也是智慧、坚持、韧性、百折不挠、奋斗的结果。也就是但斌看好他下半年，说不定今年还有一个好的结果。那言下之意，就现在目前的结果还不是太好，拿别人的钱炒股拿别人的钱赚钱，这个压力不大。这胡一静老师拿的是自己的本金，对吧？70万炒股，真金白银所以他压力就大患得患失新浪财经报道汇添富基金3年亏基民1000亿，股权激励付了管理层9年分红数十亿。董事长李文友就这个董事长李文有多付出资9000万参与股权认购，总经理张辉出资1.3亿，这个是典型的没有压力的。汇添富基金3年帮基民亏了1000亿，但是这个董事长他却能轻轻松松拿出9000万参与什么股权认购，总经理那更厉害了，拿1.3亿，就是他们这钱从哪儿来的？但是基民是赔得稀里哗啦的这个汇添富基金曾以长期主义的光鲜旗帜，也就是叫耐心资本，吸引无数基民托付财富。然而万德数据披露却如同一束刺眼的聚光灯，照出其光鲜背后的暗疮。2022年到2024年，基民3年亏损1000亿，基金公司却稳收超100亿管理费。一边是基民资产大幅缩水，财富梦碎，另一边是管理层借股权激励大肆造富，9年分红数十亿。这9年这个基民赔了1000亿不要紧，他们还能分红10个亿。董事长李文、总经理张辉等高管动辄9000万上亿元的出资认购股权，管理费收入是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而利润又用于分红、股权激励等环节，这一利益链条不得不让人质疑基民是否成了管理层造富的买单者。这个我不得不说我每次都说咱们胡适目前这个特质就是散户态度，散户对吧要消灭掉，不是全部就是散户要降到30%以下，就是让那个头部散户那个成了精的散户在市场里跟人搏杀，剩下的这些就脑袋一热，拿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钱，或者拿着自己的积蓄，甚至有的贷款的，对吧？梦想在这个胡适买进卖出就能财富自由的这些人，老老实实的回去送外卖、开玩笑车、找份工作，不要在这想着发财。而那些头部散户他们有这种调研能力，对吧？他们有这个分析能力有这个判断的能力，这些散户都已经成精了，他们来在这个胡适参与，剩下的就是机构、基金、私募，对吧？这样这个胡适荒唐的一幕，什么炒董事长生肖，对吧？什么炒7个葫芦娃，什么炒退市概念，哪个股票亏得很就炒哪个股票，就这么荒唐的一幕它就会少得多。但是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这个原因之一我说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机构叫吃人不透骨头他拿了基民的钱谋私利。那对
股民来说啊，我与其对吧买基金被你割，我还不如自己去胡市去，对吧？被人割了个明白，好歹是自己参与了，输个明白，心甘这个情愿，心服口服啊，这个都是这些基金啊把这个风气搞坏了。所以我啊，不提倡你去买什么基金啊，股票基金啊，对吧？当然我也不提倡现在去炒股啊，就不参与，对吧？对股市啊就是参观围观。你看啊，这个沪市到了3400点，这个减持的公司多了，今日新增9家公司发布减持计划，合计减持金额4.6亿元，又要从沪市啊抽走4.6亿，对吧？这些金融消费者啊又要做贡献啊，抽的是金融消费者的血啊。当然了，沪市目前这个走势啊，还是少不了这个国外的这些机构啊吹喇叭抬轿子，外资机构年终展望看好中国资产下半年跑赢海外市场。2025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也使得资金流向变得更加复杂。站在年终节点，国际投资者如何看待下半年市场走势，又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外资机构的年终策略显示，上半年国际资金多元化配置的浪潮有望延续，非美元资产将持续受到青睐。其中，中国资产以估值优势、盈利优势以及科技产业快速进步获得国际资金密切关注。东吴证券已经说了啊，这个所谓的外资啊，实际上是中国机构、中国人在海外的资金绕道啊，回来炒自己熟悉的股票，回来炒自己能操纵的股票。总体上啊，这些外资啊越少越好，这些外资是害群之马，因为他们是内外勾结啊，他实际上是中国人、中国机构在海外的美元资金，他不敢在美股上操作，因为那人家这样抓他呀。你敢在美国搞这种内幕交易吗？把你罚个倾家荡产，全部没收。他回来对吧？到港股或者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沪市，人家有信息优势啊，对吧？那些小作文都是谁传出来的？人家建完仓之后就可以要求这海外机构参多，一参多，等到你这些啊内资的国内的这些叫什么金融消费者来一接盘，人家正好出货。你看，说到内幕交易啊，华夏时报报道啊，又一家上市公司董秘涉嫌内幕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日前，瑞丰高材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董事会秘书赵子阳的通知，其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赵子阳因涉嫌内幕交易予以立案。内幕交易啊，董事会秘书啊，对吧？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些公司的机密，所谓的公司内幕。以我的经验啊，上市公司里面所谓的内幕啊，那肯定第一是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如果这个大股东本身就是董事长，那就是这个大董事长他是第一个知道，或者就是他发起的。你比如并购或者要从事什么业务，对吧？甚至来了个特别大的单子订单呢，你比如说你被果链选上了，被苹果啊选上供应商，这个第一消息就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而且这个董事长也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你公司信息披露出了问题，董事长担责，你是主要第一责任人。董秘虽然也是负责信息披露，他是第二责任人。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个公司的所谓的内幕啊，只有那个大股东董事长知道，剩下人知道的恐怕都是二手消息，二手消息就很有可能不靠谱啊。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有内幕消息，对吧？我认识哪个公司董秘，对吧？他是我哥或者他是我兄弟，结果按照他的消息去炒，一炒一个套牢，一炒一个套牢，就这道理啊。就是这董秘也不一定有第一手消息，董秘对自己公司也是稀里糊涂的，对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万科啊，对吧？万科去年还是前年17.7块，万科啊增持自己公司的股票花了10几个亿，17.7块啊增持，那现在是6.5块减持，你说这玩哪一出呢？你说这个万科上上下下这董事会、管理层、董事长，他知道自己，他能算到自己股票的走势吗？股价走势吗？他算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明明是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管理层，作为董事长，他盲目自信，认为万科没问题，那现在股价17块多是便宜了，低估了，所以我要增持，以后还涨到20多、30，结果掉到6块。有很多金融消费者他是看着万科说要增持，对吧？而且人家真金白银增持了，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都看好，万科也是白马股，那我买它有什么错呢？我投资它，我是价值投资理念，对吧？我要做这个
长期资本。如果你要这么想，你要跟随万科的管理层这么做，你就完了，从17.7块掉到现在6块多，只剩零头零头都不到啊。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上市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走势按理来说公司自己也控制不了，这就对了。如果他能控制，那就说明有问题，那不就人为操控了吗？这个咱们说的1点多，大家自己去体会最近这个深交所又披露了一个奇葩上市公司当然它上市没成功这个公司奇葩在什么地方呢？叫带病闯关。近日深交所披露了对 IPO 撤单企业辉芒微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机构、审计机构相关保荐代表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罚单，其中保荐机构、审计机构被采取书面警示、自律监管措施，发行人、保荐代表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均被通报批评。这怎么回事呢？你就知道它有多奇葩财联社报道说该企业现场检查爆出带病闯关 IPO，2次抽中现场检查，这点儿一倍这么一个上市公司，它想这个 IPO 上市，第一次被抽中要现场检查，第2次又被抽中现场检查，被盯上了。2次现场抽查都是一抽中一查他就撤材料，你一抽中我要现场检查，我不上了，把材料撤了，重新来一回。这个是财联社报道说一场现场检查3方机构同收罚单，在严把入口关背景下，一案多罚的节奏清晰可见。6月6日深交所接连公布5张罚单，试涉辉芒微 IPO 项目。这个处罚这个认定咱就不看了，咱只看他这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对吧？它这过程2次被抽中现场检查，2次撤回 IPO 申请。据悉，辉芒微的 IPO 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公司曾2度冲击上市。2021年12月提交科创板 IPO 申请，但于2022年1月7日被抽中现场检查，随即在同年1月21日迅速撤回申请文件。这个心里要没鬼，他为什么4天之后就撤回申请文件呢？他被1月7号被抽中现场检查14天之后2星期之后他就撤回了，我不上市了。2021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搞那个叫什么申请即担责撤回就算了。后来这个新的村长一上任之后，不出了个规矩吗？你申请你把材料递过来，你就要担责任了。你想撤回，那对不起，一样的罚。那第2次就是随后辉芒微转到创业板，上市申请于2023年5月25日获深交所受理。然而公司再次被抽中现场检查，最终在2024年1月5日，因发行人与保荐人中信证券共同申请撤回文件，深交所终止审核。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业板上市进程从受理到撤回仅历时8个月，期间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对公司进行2轮审核问询。第2轮问询的核心关注点集中在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业务模式的合理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虽然公司提交了回复，但部分内容的解释及核查工作未能完全获得监管的认可。在提交第2轮问询回复仅1个月后，辉芒微便主动撤回了申请。为什么这些上市公司害怕现场检查呢？所谓的现场检查就是到你的地方去盘你的库存，当然我这说的不准确就是到现场，你说你有多少存货，你说你卖了多少东西，对吧？你说你有什么，人家现场去看，不是看你材料，你材料里写的天花乱坠，你材料里面也请了律师事务所说这是真的，请了审计师事务所说这是真的会计师事务所说真的，券商也说这是真的。好，3个人说是真的，以前监管机构就认为这是真的你自己说是真的，对吧？然后还有3个人帮腔说你是真的，那个发审委这审核的就说过了，真的。现在不了，现在人家要求你谁审的谁要负责任，所以他要发函问你，他对里面的蛛丝马迹他要做常识判断、逻辑判断，你这觉得你这个业务不可能对吧？你这个业务模式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利润呢？他会从里面找蛛丝马迹让你回答，不是让你一个人回答你 IPO 的这个企业回答，然后那个3个帮腔的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那都得回答，然后他把3个回答放到一起比较一下，看谁是不是回答不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就说明有问题了，对吧？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你3个人说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因为一旦有一问询，实际上就是露出马脚了。这个是叫大家知道一个叫囚徒困境IPO 企业、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这4个囚徒就有人就觉得我要主动一点，对吧？
吧？我就不担责，我可不给他背锅。哎，这样的话，他那个回答呀，他一定是含糊其辞，对吧？一定会跟其他的3个人不一样。那监管机构哎又发现问题了，你看看，接着问，第2轮问询就来了。你看第2轮问询，那就说明监管已经抓住把柄了，就这个事情打破砂锅问到底。那剩下的那3家啊，扛不住了，这就是囚头困境啊！这我赶紧我主动交代吧。如果扛过第2轮问询，还在那死扛，对吧？然后那个有人回答还是不一样的，那监管就会说现场检查，我们可以派人去了。这一看完了，纸包不住火啊，所以大家一商量，干脆吧，撤材料，咱不上市了。这就说明他肯定是造假，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都是真的，你这么怕检查，你来啊！大家想一想，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有多少家是这么上市的？你看，所以深交所罚啊是全罚，保荐机构就是券商，还有保贷，对吧？被警示，然后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签字会计师也未能幸免，都是受到了处罚。明知自己达不到上市标准，明知自己这个材料是造假的，还要往里送，送完之后硬着头皮要闯，这叫闯关。一旦闯过去了，那对吧？禁售期一到，一卖就财富自由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赚钱的？贩毒也没有这个赚钱呢。贩毒要枪毙啊，这个又不枪毙，这个顶多到时候就批评，对吧？什么通报批评，实在不行罚你50万60万。深交所的这个处分啊，这个检查是可以的。但是啊，我觉得处分太轻啊，像这种应该直接就是倾家荡产，包括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统统的啊倾家荡产，就是你敢造假，你就倾家荡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种处罚，那就变相的是在鼓励啊，带病闯关，那就以后其他的企业都是这么带病闯关，哎，过了那就是财富自由，没过交50万罚款。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最近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爱恨情仇啊，恩恩怨怨。昨天好像马斯克有半夜是吧？向特朗普诚恳的这个好像道歉吧，就是自己做错了，像个小学生一样。这胡锡进老师啊，他写了个微博，他评论啊，他说全球首富资本家在美国总统的权力面前低头了。马斯克最新发文，我对上周发布的关于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帖子感到后悔，太过了。马斯克或许会受到一定的饶恕，但他拔出钉子，那个洞会留着，完全恢复不太可能。而且他目前只后悔没有正式道歉，帖子也太短，会被质疑认错不彻底。无论如何，马斯克在各个方向呼风唤雨的高光时刻过去了，他之后变得谨慎得多。这是胡锡进老师啊对特马链呢、特马蜜月这个一个评论。关于这个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啊，这个咱们从那个去年11月6号，对吧？宣布特朗普获选，然后在那个海湖庄园，马斯克跟这个特朗普家族啊在一起合影。马斯克这个让他儿子骑在他肩上，是吧？我那天就说了，这俩人呢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迟早要翻脸，对吧？结果翻脸这么快，半年他就翻脸了。前2天对吧？他们俩正式翻脸的时候，我又做了个节目，我说他俩的翻脸，我看了一下那个马斯克啊跟特朗普两人在那个社交媒体上斗嘴啊，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面的宝玉和黛玉，像极了啊。他们两人孽缘呢还没有结束。我也以前的节目也说了啊，因为马斯克对吧？他特斯拉，他的 SpaceX 一大堆啊，他受资本市场影响，就是马斯克未必害怕特朗普啊，但是他的生意啊，他的事业受资本市场影响，那这个资本市场非常敏感，对吧？如果总统特朗普他施点手段，他的股价一下跌，市值一挥发，马斯克就受不了，对吧？那些投资者啊，他就要对马斯克发难。所以我说马斯克他有软肋，所以我说马斯克跟特朗普分手以后啊，他们之间是恩恩怨怨啊，一定是会好一阵子歹一阵子，歹一阵子再好一阵子，对吧？好一阵子再撕一阵子。为什么呢？为什么好一阵子呢？那就是特朗普啊，对吧？他恐怕他也不能对马斯克下死手，这也是美国的美国的这个文化，美国的国情，对吧？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这个应该不是特朗普的私人友谊啊，是他的个人品性决定了不能对马斯克下毒手、下死手，这个不是。我觉得是美国文化。特朗普压力大一点，那马斯克对吧？股价就他这个市值就缩水，一缩水他就得向特朗普低头求饶。为什么要撕呢？也就是马斯克这人他是忍不了啊，因为特朗普做的一切，他们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啊，对吧？特朗普他是反全球化啊，那马斯克被特朗普的这个大漂亮法案，被特朗普这个关税、贸易战等等搞得精疲力尽，加上那马斯克对这个对吧 NASA 失去控制啊等等，他们之间根本矛盾没有解决，但是马斯克也有软肋在人家手上，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也会呈现这么个特点，一直要到特朗普这个总统任期结束，那个时候恐怕就是马斯克和特朗普彻底决裂啊，有什么拿出来开撕，绝对的啊，等着吧。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等到
到特朗普任期一结束，那马斯克绝对的各种猛料啊往出爆。而胡锡进老师这个评论啊，他说全球首富资本家在美国总统的权力面前低头了。这个胡锡进老师应该多想一想，对吧？同样姓马，你在美国你可以跟特朗普公开，对吧？你们之间的矛盾互相指责，互相请这个吃瓜群众评理，对吧？请大家给评个理，不就这个逻辑吗？但是你要在印度呢，你要姓马，不要说发文了，也只能隐姓埋名啊，对吧？这姓马的能人多啊，马保国也姓马，那个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也姓马。胡锡进老师认为马斯克在各个方面呼风唤雨的高光时刻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他言之尚早啊。马斯克痛定思痛啊，3-4年以后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啊，又会对吧？也就是说他这个未来这个生命这个高度啊，对吧？无论他是从政啊，他要搞个什么中间党派，这不都有可能。所以说胡锡进说马斯克高光时刻过去了，这个言之过早。资本在权力面前低头，我觉得马斯克和特朗普他演绎了一出什么呢？就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操纵权力，权力也会压制资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